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以上，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题目是以弗所书第5讲，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在主日的清早就能够到主你的面前，要来敬拜你，献上满。我们也为了今天要与主同舟感恩，因为主你这样的爱我们，透过你为我们的钉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赎了我们的罪，来显示主你爱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主你的爱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有在教会中间能够得到成长。我们得到成长之后，我们应该有怎样子的见证？我们盼望从今天的圣经中间能够得到帮助。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好，我们在讲以弗所书，今天已经进到第5讲。那因为我们是有间隔的时间，所以难免会有一些不太记得。那以弗所书呢，实际上是保罗他在监狱里面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他在以弗所书里面呢，有讲了很多的事情，包括他把这个神的救赎，还有他的这个拣选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告诉我们说，教会乃是蒙召信徒的组成的。而信徒在生活中间一定会有很多的征战，要如何去面对这些征战呢？那我们在基督里面也要同归于一，因为以弗所本来不是保罗他所去建立的教会，但是后来他花了3年的时间在那个地方，他牧养了他们，所以他非常的关心。所以我们总共要用6次。来查考以弗所书里面，因为他有讲到说，教会是蒙召的信徒所聚集在一起的，所以他对教会有很清楚的概念在里面。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教会，教会是怎样来建造起来的，以及教会在教会中间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他的生活应该是如何。我们已经透过这几个，从2页就开始讲2、3、4、6，今天是讲到第7，接下去还有一个第8。那这里面呢，每一个讲后面牧师都有把它写上他的这个讲主要是在讲什么，包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就是教会的源头是怎么来的。那教会是主的圣殿，所以教会它有它特别的意义在。教会是要荣耀神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彰显呢。教会的建造如何才能够让它兴旺？今天呢讲教会的见证，教会应该要有的见证是什么？9月的时候呢，我们其他的牧师呢，他会来讲有关教会的征战，就是教会如何去面对征战。那时间有一点长久，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呢，所以代表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教会信徒呢，都应该让基督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间。教会要显出有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人也是一样，要显示基督是我们的头，所以我们常常说，现如今在活的不是我在活，乃是基督在我里面在活。所以我们要显出那个内在真实的基督，使人认识的神，然后也因为我们而来荣耀神。第2讲我们讲到教会是主的圣殿，教会因为我们是圣殿，所以教会跟信徒呢就要分别为圣。我们要使神的名呢永远在其中，并且既然是圣殿的话，我们就成为神的眼，然后心常在的地方，让我们所作所为都能够常常荣神益人。我想这也是一个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对自己的身体有所残害，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已经是属于圣殿的，是属于主的，不是我们自己在做主，乃是我们已经是圣殿，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的身体要荣耀神。第3讲我们讲到教会，我们要荣耀神，在教会以及我们的身上的时候，要看得到，要让神能够得到他当得的荣耀，不是因为好像我们可以做主因为我们所作所为，所以让教会让神能够得到荣耀。不，我们只不过将神的荣耀归还给他，这是他当得的荣耀，所以我们更有这个责任，应该将他当得的荣耀显示出来，而不是使他得到羞愧。
教会的建造里面呢，我们是上次讲的，我们要建造有一个合一的教会，而且是各尽其职，而且是长大成人的，不再是婴孩的。各尽其职里面教到说，我们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教会有很大的功用，很大的这种必须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有很多的造就，很多的安排，让所有的每一个信徒，他都能够找到他神所赏赐给他的恩赐是什么，然后他得到了这种造就之后，他就可以各尽其职。各尽其职的时候，就让主耶稣的这个身体能够得到荣耀。但是我们不应该仍然继续在婴孩样子，一天到晚在受造就。其实我们要长大成人，然后这个教会要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教会要得到兴旺，就是必须要成为这样子的教会，教会自然就会得到兴旺。所以我们要是信徒人凡事能够长进的时候，就像在前面所讲第4章的最后面讲了，就不会再像外邦人存着虚妄的心来行事了，因为主耶稣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基督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行出来应该合神的心意。那我们最后一讲到说，我们要建造合一、各尽其职、长大成人的教会。那合一、各尽其职，还长大成人的信徒跟教会，应该要有怎样子的见证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考的。我们应该有的见证，其实只有一句话可以讲出来。我们要脱弃旧人，穿上新人。如今在活的不再是老我，而是新人的。教会也是一样，不再是以前那些完全靠我们自己人的想法，在那边使这个教会变成一个组织一样，变成一个好像是外面的一个外面的一个俱乐部还是什么？不，我们不是主耶稣是我们教会的主人在，所以我们要脱弃旧人，穿上新人。在第4章的第22节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他说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而在加拉太书呢，保罗也同样的提到，因为我们旧的人就是这样被情欲所迷惑的。那情欲的东西本来是好的，神赏赐给我们有7情6欲，原来是为了欣赏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但是我们人误用了它。我们都为了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的享乐，所以我们造成这样的事情。在加拉太书第5章第19节到21节讲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还有荒宴等类。我想这里面写了这么多，里面我们可以我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在哪一方面也是或多或少都有像这样的事情？这已经误用了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情欲，所以这成为我们一个旧的人，我们必须将它脱弃，而成为穿上新人。穿上新人，在4章23节到24节说，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想这个经节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旧人跟新人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旧人乃是用私欲所控制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走出那个圈套一样。就刚刚讲那么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但是这真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穿上新人。新人是什么？是恢复到神所起初创造的那个美好。神创造任何东西结束了，他都说他看为甚好。包括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他也看为是甚好。所以我们应该回到神起初认为美好的那个样子。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什么叫做神的形象呢？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他要分别为圣，他要跟神的形象一样。神是怎样子的属性在，人也应该要这样子的属性才对。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第5章第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人。因此呢，我们要有什么见证呢？其实就是要脱弃新人，然后脱弃旧人，然后穿上新人。在哥罗西书3章第9节到第10节，我们已经脱弃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一再的重复在告诉我们，
我们回到新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是回到我想象中那个好像这样很好吧？不要回到神起初创造我们的那样式，就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接下去，在今天我们所看的是《使徒行传》以弗所书呢，我们只读4章20节到24节。其实他从25节之后，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人应该怎样。他从3方面来提到，个人应该要如何，在家庭中间要如何，在职场里面我们应该要有怎样的生活的见证。你这段经节有点长，所以我们没有读。但牧师在这样用简短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分析这几个事情。那周报上呢，因为已经过多，所以我们只有写经节上去，在我们的荧幕上呢会将这些经节都提出来。我们回去的时候呢，盼望你们都能够重新把它看一次，打开自己的圣经，照着那个经节下去看。因为我们 PowerPoint 一过去你们就看不到了，但是上面都有经节，我们的周报上都有经节，所以我盼望我们回去都能够再一次看一下。第一个，我们先看个人，个人层面他应有的见证呢，记载在4章25节到5章21节。他从好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他从言语的方面来看，所以我们言语应该是要如何呢？还有等一下从情绪，还有从生活品质跟信仰生活，从4方面来看。在语言方面呢，第一个我们要脱去旧人呢，就是去绝谎言；穿上新人呢，就要以灵舍说实话。诚实是我们信仰上非常重要的，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信实的神就是说，他说了什么绝对没有改变，而且一定会遵守。也就是我们只有讲诚实话，我们才有办法做到这样。所以我们要拒绝谎言，然后要穿上新人呢，就是要以灵舍说实话。它的理由跟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互为肢体的话，你要看的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总不会对你身体的一部分欺骗自己吧？所以我们就对这个灵舍就应该说真实话。第二个呢，说脱去旧人，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穿上新人，告诉我们说，随时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原因呢，是因为要让听到人都得到益处。这些都是在经节里面我把它截录出来，缩短成为我们很快可以看到，从几个对比，旧人是怎样，新人就怎样，他告诉我们理由是怎样。我相信就非常的清楚。我们应该拒绝谎言，我们不应该说污秽的话，我们要说诚实话，而且要说造就人的话，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而且彼此能够得到益处。还有我们一些淫词妄语，还有嬉笑的话呢，都不相宜。那穿上新人的话，就要说感谢的话。原因是因为淫乱的、污秽的，在基督和神的国度里面都是没有份的。神不喜悦这样，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要我们分别为圣。这一项是在个人方面有关言语的部分，还提到呢有关情绪的部分。旧人呢是他很容易生气，而且生气又会长久。所以新人的话呢，就告诉我们生气不要到这样，生气可以生气，但是不要犯罪，而且不可含怒到日落。我相信我们当然有些人讲这生气呢是一种易怒，也就是说看到这世上这样子不好，而且看到很多事情是不合神心的，你会不会生气？当然会生气啊。但是我们生气却不要犯了罪，而且含怒不要到日落。为了这种叫做易怒的话，我相信我还有理由讲，我们还觉得这样很好，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正义在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个良心在。但是常常我们还为了莫名其妙的这种生气，一些芝麻小事的事情，或者根本就我们自己错了，但是恼羞成怒或是怎样，这种生气更是神里面要告诉我们这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生气了呢，也不要犯罪，这是成为我们的提醒，而且不可含怒到日落。为什么呢？因为生气会给魔鬼留了地步。魔鬼常常在这时候有一个声音就告诉你，对，你是对的，所以你这样生气有理，哇，你就开始反而更造成家里面不和睦，或是很多情形就变得非常的越来越不好。所以注意这件事情，不要给魔鬼留了地步。还有我们要除掉一些苦毒、恼恨、愤怒、嚷闹，
还有毁谤，并一切的恶毒。而且要改人是常常要感恩，用恩慈相宽待，用存怜悯的心彼此的饶恕。理由是怎样？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了我们。你要是说没有办法饶恕，你就回想主耶稣，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流了他的宝血救我们，还讲第一句话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我们任何人所受的这种冤屈也好，受的苦也好，绝对不会比主耶稣钉十字架还大。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要学他，他可以这样的话，我们当然努力也可以这个样子。求主在帮助我们，让有这样子的力量。其实你要是不饶恕其他那些有伤害你的人的话，受伤害是我们自己，对方根本好像就没有，也不会有感觉。但是我们一直苦毒在里面，就开始不喜乐。不要忘了箴言告诉我们，喜乐是良药，这是确实的。很多人因为喜乐，他的病就好了。真正的喜乐不是表面的喜乐。所以你要是有这不饶恕的灵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苦毒。就上面所讲这些苦毒啦、恼恨啦、愤怒啦，这些诽谤，这些会一直跟随着你，你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你开始用恩慈、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用一种感恩的心来面对的时候，你就开始会得到喜乐。这是神特别的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饶恕。这是第二个有关情绪的部分。第三个呢，在个人方面还有一个生活跟品格的部分，要告诉我们脱妻救人就是讲迫切的不要再拖了，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的事。理由是因为怎样？我们可以开始去帮助别人了。你要是只是靠拖欠，你会被抓就会关，你不可能去帮助别人。不要忘了，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就是容神益人。你要去帮助人，你如果能够帮助人呢，因为你有努力，努力的时候你就开始会有剩余的话，你就可以去帮助别人。在生活的品格里面，还包括不提淫乱跟贪婪一切的这些污秽。理由是因为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跟基督还有神的国都是没有份的。也不要去被这种被人虚浮的这种话被欺哄了。不要与他们同伙，因为神的愤怒被临到那悖逆之子。当然，我们会有些被这种虚浮的话所欺哄的话，意思代表我们自己的信心本身也是不够坚定的才会的。但是另外，假定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遇见的话呢，叫我们脱离这凶恶的。所以最好是这样，不要遇见试探。所以你要是不跟那些人在同伙的话，你自然就不会受到这方面的试探在。所以传道新人呢，尽量以这些呢能够隔离。我们应该跟这些属灵的同伴人常常在一起，常常造就的人的话，常常一起彼此的鼓励，我相信你就不会陷入像这样的困境之内。神非常愤怒有关这些悖逆的人。脱去救人里面包括不要做暗昧无益的这种事情，甚至要责备这些没有意义而且是不能公开的这种事情。我们要像光明之子，而光明之子还给我们一个定义，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理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主所喜悦的事是什么，他就是喜悦良善、公义、诚实。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再的提醒我们。主是一个非常注重公义、诚实跟良善。我想这在我们的良心里面就有这样子在，所以我们常看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就非常的生气。虽然那件事情跟我们无关，但是我们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要是有司法办一些没有很公义的事情，那个人跟我们也无关，但是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生气。其实神已经将这个良心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非常清楚神所喜悦的是什么。神要我们在我们的品格上面，就是要追求那些公义、良善跟诚实。还要我们睡着的人要醒过来，要从死里复活。这个当然不是真正只讲我们睡觉的意思，是说我们常常迷迷糊糊的，好像什么事情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那么样子的在意。但是要告诉我们，你是要从死里复活，你要想成为一个聪明人，不要像愚昧的人一样，而且要像有智慧的人行事要谨慎，
不要做糊涂人，要爱惜光阴，明白主的旨意。因为这个世代是邪恶的世代，所以你必须要非常的谨慎。这几个都是让我们可以提醒我们，现今的时代真的是邪恶时代。邪恶时代就代表黑暗势力在掌权的地方。为何会有黑暗势力掌权呢？因为有太多的人在拜偶像了。拜偶像意思就是邀请这些黑暗的势力来掌权在他的身上。有这么多人，有90%几个人是的话，那这个社会一定是这黑暗势力在所辖制的。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在个人的层面方面呢，还有第4个有关信仰生活。记载在第5章第18节到21节，他要我们不要醉酒，也要被圣灵充满。要充满的不是酒，而是圣灵，因为酒会使我们放荡。穿上新人的部分呢，我们要常常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理由是因为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神，又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有关个人层面来告诉我们，当我们要让这个教会能够得到荣耀，成为一个合一，又是各尽其职又能够荣耀神的这种教会的时候，我们有好几个要注意。今天的经节里面告诉，从个人、从家庭，以及从在职场上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个人的部分。这边叫我们，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小结论里面，在第4章30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神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印记，讲我是耶稣的门徒了。不要让圣灵来担忧了。在第5章的第1节到第2节说：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灵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我想这是有关个人的部分的教导。那第2个，我们看家庭的部分呢？家庭部分是在第5章22节到第6章第4节。家庭部分分成3个部分：一个当妻子的，当丈夫的，还有再是跟我们的子女的关系，跟亲子的关系。做妻子里面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何呢？顺服我们自己的丈夫，因为顺服的动机是什么？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那顺服的根基是什么呢？要如同顺服主，因为主就是教会的头，然后丈夫是家庭的头。顺服的标准是怎样呢？教会怎样子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来顺服丈夫。顺服的程度呢？凡事要顺服丈夫，也就是说，任何事情不是只有我同意的事情才是。当然，这中间有一种互动关系。所以这边要告诉我们，顺服并不是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然后委委屈屈的，好像是先生说什么就是什么。不，他讲的乃是针对顺服，是指的权柄而说的。顺服也包含要提出建议、提出规劝、提出提醒、讨论、辅助、协商，但是呢，最后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丈夫来行使。我想就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在很多我想那些官员也一样，他们常常做决定的可能怕是总统做决定，但下面这些人呢，一定要仗义而言，一定要讲出他应该要站在他的立场，他所知道的，要给建议、给规劝、给提醒，甚至讨论等等这些。但最后决定权还是在总统，还是在有权柄的人身上，由他来负起责任。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使这个家庭得到和睦，有这个有权柄在掌权的，有蒙这个权柄的这个保护之。我想顺服的这个意思，绝对不是像我们所讲，不管先生说什么就是，并不是这个意思。这中间还有很多的这种过程中间应该要去学习的。而做丈夫的应该是如何呢？第一个要爱他的妻子。他的动机呢？丈夫告诉我们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的，便是爱自己的。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爱自己的话呢，他就应该从爱妻子里面来显现出来。爱的根基是怎样呢？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就像基督带教会是一样的。
那爱的标准到底是怎样呢？爱的标准里面告诉我们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做丈夫的不是嘴巴讲讲爱而已，就是要做到像基督在爱教会一样，他为了教会而舍己。我们有办法为了太太而舍己吗？我想这都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爱的程度呢，要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所以呢，总归来讲的时候呢，我们做丈夫的应该要爱妻子，而就像在爱自己一样；而做妻子的呢，他应该要敬重丈夫。所以这两个到底是哪一个先？常常有争执说，因为你没有顺服我，说我没有办法爱下去；或者因为你没有爱我，说我没有办法顺服。哇，这样争执就很奇怪了哈。所以我们常常有讲勉励说，我们要爱对方，爱到他顺服我们；我们要顺服他，顺服到他会爱我。对啊，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努力的目标在了。对方应该要顺服我，但因为我爱的不够，所以他没有办法顺服，所以我就爱他，爱到他顺服我。而对方应该要爱我，但是他没有爱我的样子，是不是我顺服不够呢？那我就顺服多一点吧。这其实没有哪一个先爱哪一个，而是呢每一个人在尽自己的责任而已。这是第二个，我们讲丈夫跟妻子的关系，还有亲子的关系呢，记载在第6章第1节到第4节。他说，做儿女的呢，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1条带有应许的诫命。10诫里面只有这一条告诉我们说，你若这样子就怎么样，其他都是给命令，不可怎样，不可怎样，不可怎样。但是第5诫里面告诉我，你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上能够长寿。所以这是我们非常的孝敬父母，做基督徒的。所以那些因为拿香的问题，说我们这样就不孝，我想这是非常大的这种误解在，而且有很多这种错误的教导的在。那做父母应该怎样呢？做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这边也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不要让他生气，我就什么都不敢讲了。没有，你还照主的教训跟警戒来养育他们，该讲的要讲，而且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因为这样的生气是不是生真气的气，这是错误的呢，也要让他们知道。这是第2点，在家庭的部分的教导。第3个是在职场上面应该的教导里面，告诉我们职场里面应有的见证是这样：在职场要心志焕新，穿上新人，活出基督生命，为基督做见证。也就是我们在每一个人职场上的时候，我们要让人家知道我就是基督徒，而且这样是为主做见证的，因为我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完全跟以前完全不同了，而不是让人家觉得你这样也是基督徒，那我们当然就使基督的脸面羞愧了。那这边几点告诉我们，原则是怎样？你要甘心去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是在服侍人。所以新的这种比较年轻的，好像他们常常在工作中间就碰到一个问题是说，他们会拒绝主管对他的要求，所以这个我们在来的时候好像就没有谈到，没有讲到这件事情。这种事情在我们这种年代的时候的工作里面，从来不会发生像这种事情，叫我们做什么就什么。虽然去的时候有谈是做什么事情，但是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讲得非常的仔细。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就要甘心侍奉这个人。我想也有很多人做了见证，他因为很甘心侍奉，没有多久人家马上看出来这个人跟普通人不一样。他愿意去帮助人，他愿意主动去帮，他不跟人家计较这些事情，而因为这样呢，后来就带来很多对他很多的帮助。主管非常的欣赏他，这些所有的同事们也觉得他是一个值得相交的人。斤斤计较的人，绝对不是人家喜爱的人。这边告诉我们原则，你要甘心侍奉，你把他当成是在侍奉主一样。特蕾莎修女，她为什么能够照顾那些人家完全不喜欢、不愿意去照顾的人？因为她把他看成在服侍主一样。是要遵守职场里面的伦理。这在第6章第5节告诉我们，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身份，在职场里面，不管你是哪一
你在公司里面是怎样的身份，你就应该要好好的照你的应该做的事情去做这样的。然后在价值观里面呢，我们要讲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在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哈。这是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有关品格的部分呢，在第2章第8节说，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足的赏赐。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工作，在我们长老会里面的信仰里面告诉我们，都是神圣的，而且你要照你的职分里面要认真去做，神必赏赐在这身上。要注重职场的团队的精神，尊重同事跟客户，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主愿意照顾我们所有的人一样。这样下来的结果应该会如何呢？告诉我们说，都必按所行的得足的赏赐。我们不但可以为基督做见证，而且主也必将得救的人加添给我们，因为透过我们的行为，让主的名得到荣耀了。他们觉得基督徒就是不一样，他们愿意像为基督徒一样，那主的名就得到了荣耀，信主的人也就加多了。假如每个人都照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就必得足的赏赐。我们绝对不是为了我们好像是做给人看，其实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该负责的都是面对主，而不是面对我们在地面上所看到的。所以结义来看，我们当像光明的子女一样，教会是基督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就要在世上做基督的见证。基督信徒呢，我们要长大成人，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需要在为人处事中间，在家庭里面，在职场上呢，活出来像神光明之子的样子。在第5章第8节到第9节又告诉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乃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是良善的吗？是公义的吗？是诚实的吗？别人自己问的话还不够，别人看你是不是这个样子，那更重要。我们就每一个人不是自我感觉良好就好了，你真的是觉得是良善、公义、诚实，是我们第一阶段自己要审问自己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但是你要从别人来看你。你是不是一切都是一个良善的呢？是公义的呢？是诚实的呢？还是你有所选择的？只是对自己好的部分你才做到这样，而其他的就不是做到这样。我想光明之子绝对不是为了某种程度、某种情形才是这样，而是在一切情形身上都是应该是这样。我们可以回想到，等一下你们出去的时候，还是在对面的墙壁上有我们迦南的文化。真诚、感恩、给予、和睦、创新，我们已经喊了2年多了。其实你把那个仔细的想想，我们里面有要对抗的，然后我们要努力的部分，这些部分其实行出来，就像我们现在在讲的一样，光明之子一样。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分说，在家庭、在个人、在家庭、在职场上，应该你把它通通把它融合起来，其实你的生命中就应该要常常显示出来，你是一个感恩的人。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你是一个愿意给予的人，你是一个要使人和睦的人，你愿意不愿意？你要常常一直在成长中有创新出来。我们真盼望教会呢，在这样子说到很多的这种造就之后，也了解我们的目的是怎样的时候，也希望别人能够知道我们教会是怎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在我们行为之中能够为主来做见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有基督徒馨香之气，要能够为主来做见证。这是从我们以弗所书保罗写给以弗所书里面所提出来的，希望教会都能够成为基督的见证。愿主祝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同心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透过以弗所书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我们再次的看见，当他已经说明了教会乃是要合一的教会，教会要成为一个各尽其职的教会，
也要能够荣耀神的教会之后，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应该要有的见证是什么。求主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看到是有关个人、有关家庭、有关是职场上，但是我们其实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要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我们都要成为一个是要人家知道我们看起来是行为上是良善，也是公义，是诚实的。主你就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加添力量，在我们已经渐渐忽视的时候，也提醒我们，也透过我们彼此之间的互相鼓励，就要成为我们的帮助。献上感恩与祈求。这时候我们要同心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上帝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他是历史与世界的主，施行审判与拯救。他的儿子从圣灵投胎，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成为我们的弟兄，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受苦、钉十字架死、复活，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使我们与上帝互合。他的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是能力，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直到主再来。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他的救赎，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是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我们信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罪得赦免，以虔诚、仁爱与献身的生活归荣耀于上帝。我们信上帝是给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因此人有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制度，也有仁义、科学，其有追求真神的心。但是人有罪，误用这些恩赐，破坏人万物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当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使受压迫的人得自由平等，再成为新造的人，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充满公义、平安与喜乐。